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收看高高讲客吧，我是凯在组。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今本日呢，我听到一个凯在时来到新竹县嘅新加坡嘅岛边。新加坡最近几年来有当到嘅艺术家、音乐家来到呢岛边来驻村创作。等下来为大家介绍嘅就是我们大鹏音乐团嘅阿昌哥。从一类将将嘅花，从一类将嘅花，从一类将嘅花。对你来讲，影响你的音乐之路的人啊，让人返乡的。你的亲人吗？还是你的？我嘅阿婆啦，写客家歌，唔免讲，有人讲味道文化，但是亲近人嘅想法，从阿婆听嘅写嘅歌。阿昌哥讲到要给阿婆啊，就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讲的客家话，就是奶奶啦，阿婆啊，或者是祖母，客家话就是叫做阿婆。没有错。另外呢，你跟我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啊，来给阿婆听，然后最后面来传承文化也好等等的。其实歌曲这也是今天要教观众朋友讲的客家话。讲到歌曲，今天要教这句客家话就是创作许多客家歌曲，创作众多客家歌的。那因为前面我们刚才有讲到歌曲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换成歌曲，就变成创作众多客家歌曲，没有错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新华屋，找到了阿昌哥，可以感受到，其实啊，创作人需要一个环境，让他们能够沉淀下心情来创作。新华屋就是一个很棒的保留的地方喽。我们当然了，认识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祖母或者是奶奶，就是阿婆，阿婆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歌曲，歌曲，歌曲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创作许多客家歌曲，创作众多客家歌曲，创作众多客家歌曲。你们也喜欢听客家歌吗？你们喜欢听什么客家歌呢？其实客家歌是跟着不同的时代也有在改变，越来越时尚喽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